自願醫保計劃其實而家係有嘅，我覺得係需要去深化同埋擴大，因為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其實香港醫療嘅系統呢，其實同例如話教育或者房屋唔一樣。教育呢，我哋係有政府嘅學校啦，亦都有完全私立嘅學校啦。其實中間呢，就係有一個即係例如話直資學校呢一啲嘅情況。房屋亦都係一樣，有公共房屋，有私營房屋，亦都有一啲係例如話政府資助嘅居屋計劃。咁但係香港嘅醫療比較特別呢，就係淨係得公營同埋私營嘅啫。就中間嗰個位其實好少。中間嘅意義係乜嘢呢？係希望呢透過多一個嘅支柱呢，去支持香港醫療嘅一個嘅咁大個嘅系統。咁所以透過其實政府都有做一啲嘅事情，例如話係公私營協作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公營同私營嘅一個即係合作。咁另外就係用一個自願醫保嘅計劃，如果係深化咗嘅話呢，咁有啲本身即係有投入去呢個自願醫保計劃嘅市民呢，亦都可以透過呢個計劃呢，得到一個保障之餘呢，其實亦都可以減輕咗公營機構呢個開支上面嘅壓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呢係變成一個我哋成個醫療系統入邊嘅第三支柱呢，其實應該係要深化同埋優化。